11月25日星期二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路加福音。當人們談論聖殿的美麗石頭建築和還願的供物裝飾時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看到的這一切，在那日子來到時，這些石頭沒有一塊將留在另一塊上，而不被拆毀的。他吩咐他們要小心被誘騙，因為末日不會立即到來。反省耶穌對門徒講嘅說話喺我哋嘅周圍時時都會出現。有啲人中意講世界末日，迷惑人心；另一啲人生活喺困擾裏邊。我哋諗一諗，除天主之外，世界末日可唔可以用喺任何方法或者公式計算出嚟嘅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今日我哋有好多機會接觸假信息，耶穌向門徒吩咐對我哋有冇幫助嘅呢？分享一下理解。祈禱意向：教區同堂區為我哋提供正確嘅公教資訊，幫助我哋了解教會內嘅信息，感謝佢哋同祈求上主賜俾佢哋喜樂與平安。行動回應：年紀尚小嘅教友應該盡量少接觸互聯網，以免被虛假信息欺騙。